若是佛係東方正流呢世界亦教住呢部經，唔單止講醫治身心疾病，仲教人以正法生活轉變我行，培養善念修行，慈悲布施持戒，最終走向高。誦經儀式開始，通常包括香讚真言大悲咒禮敬三寶供香讚佛同懺悔等部分。呢啲步驟可以幫助修行人清淨身心，培養恭敬心同正念，為正式誦經做好準備，整體精神係以戒定為根本，用誠心同懺悔去轉化業障之後，經文講到色即破念佛係光業性，同好多比丘菩薩國王大神居士天龍八部等聚會問佛施利菩薩向佛請法，希望佛講出諸佛名號願力同功德，幫助末法時代眾生消除業障得到安樂。佛菩薩問父施利嘅慈悲心，然後開始介紹東方人士努力光如來，佢嘅世界叫定路呢世界清淨莊嚴，用七道種色光明透亮，沒痛苦沒惡道亦沒苦性，若是佛具足十好，係人滿覺悟者亦係天人之事同眾生依靠，當若是佛修菩薩道士曾經發下12大願，地正部經嘅核心，全部都係為咗救苦同利益眾生。第一願成佛時光明照遍一切世界，令眾生都具足莊嚴相象徵智慧光明何處無明。第二願身如琉璃清淨光明，照亮黑暗中嘅眾生，幫助佢哋如願成事。第三願用智慧同方便令眾生物質充足，唔再缺乏。第四願引導唔入邪道嘅人返正道，並日日大聖。第五願令修行人手不清淨，就算犯戒都可以重新清淨。第六願救助身體殘缺疾病痛苦嘅眾生，再復健康，呢個係最出名嘅治療院。第七願幫這瀕死孤獨病重嘅人得到安樂同治癒。第八願幫助因性別或處檢受非嘅人得破限制。走向修行第九願，令眾生離開邪見受菩薩道。成佛第十願有所修驗佛加逼嘅人離苦。第11願先解決嘅我，再以給法滋養心第靈。12願幫助貧苦人得到衣食同生活所需知道佛描述並路呢世界，亦提到日光遍照同月光遍照兩位大菩薩護持正法鼓勵眾生發願和心。希文又講的是做惡業嘅人，只要聽過若是份命途，都有機會脫離我道。貪狼濫殺和戒邪業嘅人，只要懺悔同念佛，都可以回頭向善同善。經中強調斷化壞心嘅貪當，只知道等煩惱。連入是份平途可以消除惡業，心起慈悲同和學境亦戒到令眾事。若人歲月未定，八大菩薩會前來接難，亦有機會生偏或求生善處。若見佛以大悲心治療眾生疾病，法括中六鬼未干擾如折等，佢以光明同神教講出東生離苦佛教導。如果有人生病可以為佢創造108片，卡住水或藥，幫助康復善心。